喺聖經有幾處嘅經文提到有一件事，今日所講嘅一件事係喺約翰福音第9章，耶穌喺安息日醫治咗一位生來瞎眼嘅人。聖經用咗整整一章嘅經文嚟記錄呢一件事，足以說明呢一件事有重要嘅教導。耶穌遇到一位生來瞎眼嘅人，用泥抹喺佢眼睛上邊，並且叫佢去西羅亞池子去清洗。當瞎子照做之後，視力就恢復咗。門徒問耶穌：點解呢個人會瞎眼？係佢自己或者係佢父母犯咗罪呢？耶穌咁樣回答：這人瞎眼不是因為誰犯了罪，而是為了彰顯神的作為。有時基督徒會將遭遇唔如意嘅事，例如生病、苦難等等，同犯罪建立咗因果嘅關係。呢個記載說明呢個關係唔係必然嘅。自我反省係正面嘅行為，但我哋要認識到，唔係所有嘅苦難都係因為個人嘅罪。有時呢啲嘅經歷係為咗彰顯神嘅榮耀同埋作為。法利賽人先後分別質疑瞎子同瞎子嘅父母，瞎子點樣得着醫治？當法利賽人第2次問瞎子係邊個喺安息日醫好佢嘅眼睛嗰陣時，瞎子咁樣回答：他是個罪人，不是，我不知道。有一件事我知道，從前我是眼瞎的，如今能看見了。瞎子唔能夠評價耶穌喺安息日醫治人係咪一種罪，但瞎子知道佢自己得着醫治，可以重見光明，與生俱來嘅限制得着釋放。另一方面，瞎子回答法利賽人，佢毫無畏懼，正係喺彼得前書3章15節嗰度咁講：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，有人問你心中盼望的緣由，就要常作準備，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。睇咗呢段經文記載之後，我哋要省察自己，我哋嘅屬靈眼睛係咪明亮呢？定係好似瞎子一樣需要耶穌嘅醫治，俾我哋睇到上帝嘅恩典同埋祝福。瞎子當時所面對嘅法利賽人係喺宗教上有權力嘅人，但瞎子並冇膽怯，堅定嘅見證耶穌醫治咗佢。當你受到信仰上嘅挑戰嗰陣，你有冇同樣嘅信心去見證耶穌呢？各位弟兄姊妹朋友，信仰係需要經歷。當你經歷咗上帝嘅真實之後，無論係罪得赦免嘅恩典、病得醫治，定係心裏邊充滿平安喜樂，呢都係值得同人分享嘅一件事。有時我哋為自己揾藉口，認為自己所經歷嘅只係小事，唔值得或者唔需要同人去見證。其實上帝使用我哋唔同嘅經歷去見證佢，一方面建立我哋自己經歷神嘅信心，另一方面造就身邊聽到你見證嘅人。你經歷上帝嘅每一件事，都係一件值得同人分享嘅事。靠住上帝嘅同在，同人分享上帝喺你生命嘅作為，唔好猶豫，立刻將上帝喺你生命上所行嘅奇事同人分享。願主賜福大家。有你，我生命不一樣，有你，我生命在燃亮，有你，我不害怕困難，有你，我有滿足的喜樂，我在深處裡求告你，你在天上聽我禱告，你是我堅固避難所，我讚美你直到永遠。太陽還存，月亮還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萬代。
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我在深处依旧告你，你在天上听我祷告。你是我坚固避难所，我赞美你直到永远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太阳还存，月亮还在，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。我从前风闻有你，现在我亲眼看见你。现在我亲